谁又能想到满是异能者的学院，竟也经历了类似2战的细菌折磨？牢房中的人紧捂口鼻，不敢多说一句话，就像有巨兽在附近出没一样。其实是他们其中一人被注射了病毒，并且已到了最高的传染阶段。可博士却想不明白，本来沃特集团发明病毒就是为了更好的掌控异能者，但校长却让病毒拥有空气传播的能力，那样的话病毒会像熊熊野火，将世间所有异能者屠戮殆尽。而如今学院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病毒的事，乔丹想凭借自己助教的身份混进校长办公室偷取证据，之后再找有分量的大人物将事实公之于众。可他们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不过玛丽却在抽屉夹层里发现一个档案袋，里面都是跨洋37号航班坠毁的新闻简报。原来校长的丈夫和儿子也乘坐了这班飞机，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就是祖国人。因此校长痛恨异能者。恰好联邦超人类事务局的纽曼在学院召开讲座，该部门是维系异能者与人类之间和平的组织。玛丽想进入后场区把资料交给他，却被门口的警卫阻拦。于是乔丹看到之前网暴艾玛的心机婊，他早就看对方不爽了。现场的混乱成功吸引了警卫的注意，众人打成一团，乔丹却悄悄离开。玛丽也借此时机进入了会场，见到玛丽突然出现，纽曼并没有惊讶，似乎早就认识她。其实当初就是他向学院推荐的玛丽，可玛丽根本就不认识对方。此时纽曼让玛丽用超能力感知她的血液，结果发现她也注射过5号化合物，并且她拥有和玛丽一样能操控血液的能力，甚至比玛丽的还要收放自如。那为什么在外他要装作普通人呢？又为什么要偏偏在玛丽面前展示呢？难道只是为了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吗？玛丽没有多想，将拿到的资料和校长的计划一股脑的都告诉了对方。然而纽曼只是一句我会处理的，之后就让玛丽放心回去了。难道他是在变相的保护玛丽吗？与此同时，凯特找到一直诱骗他做事的校长。当校长看到他没有像以往一样佩戴手套，便顿感不妙。其实凯特刚刚发现校长给他压制超能力的药有问题，所以赶来兴师问罪，要求他在同学面前澄清自己之前的行为是被药物的逼迫。可即便校长为他澄清了，他也没有要放过对方的意思。It's time. Holy fuck! 此刻凯特要回到学院，释放出那些被实验所害的异能者。曾经也做过小白鼠的山姆觉得他是正义之师，愿意一同前去。乔丹有心想阻止他们，却没有出手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山姆的对手。另一边，负责研制病毒的博士将病毒样本交给纽曼，对方也承诺会将样本交给国家保管，并会在事情公布前将博士和他的家人送去安全的地方。但博士却没有听出来，纽曼话里话外都在试探博士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。刚拿走样本，博士就发现纽曼给的名片竟是空白的，紧接着上面就平添了一滴血液。其实这一切都是纽曼的杀人灭口，那他到底又是在为谁工作？原来操控血液可以这么逆天，并不像玛丽这个初级选手那样菜。凯特这边已经来到学院的地下实验室，有了山姆的陪同，负责看守的守卫瞬间就被秒杀。随后凯特利用操控心灵的能力，打开关押所有异能者的牢门，他们多数是从小被关在这里饱受折磨，一旦被释放，结果也是可想而知。当他们看到被病毒害死的同类时，他们的怒气值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状态。此时山姆看到自己从前的牢房，不由得勾起他的痛苦经历，脑海中哥哥的身影突然出现，对方希望他能够冷静地看待问题，不要因为双手沾满鲜血而悔恨终生。山姆觉得哥哥当时选择自杀解脱，压根就没想过自己的弟弟还在这里饱受折磨。如今的他只想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被释放的异能者仿佛化作灵魂收割者，四处屠杀着没有异能的工作人员。阳光明媚的学院也变成了人间的炼狱。此时高层还在商议选谁能为他们挣大钱。飞溅的血液令他们看清了现实，也不是所有普通人都是待宰的羔羊。由于异能者拥有超于常人的听力，男人用高频声波干扰他们的行动，然后他将金属物体放入目标的口中，随着开关启动，异能者砰的一下被爆了头。还没等他报警，凯特就盯上他。为向高层示威，凯特开启了直播，即使男人一脸的不情愿，还是在凯特的推动下启动了开关。
玛丽三人赶到后，知道大战在所难免，他们决定依靠自身的力量分头阻止灾难。玛丽跑到校长办公室，启动应急措施，将学院与室外隔绝，封闭了所有门窗。学院每个角落都播放出高频率的声波，一时间无论善恶都受到了干扰。高层们也为保住小命松了一口气，但很快这样的僵局就被打破。反叛者的一声怒喊震碎了所有扬声器，血腥的杀戮再次开始，甚至连会议室的防弹玻璃都震出了裂缝。这玻璃一看就不是中国制造。眼看事态不受控制，副总立刻请求集团派祖国人来摆平，然后副总又向外承诺，谁能杀死这些异能反叛军，就允许谁加入沃特集团的超级7人组。很快救援的直升机便要停落到学院，于是高层们仿佛看到了活命的曙光，可往往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凯特只是在附近人的耳边说了几个字，那人就一飞冲天，与直升机同归于尽。危急时刻，安德烈及时出现，他利用自身控制金属的能力，才勉强保住直升机没有坠毁伤人。而凯特却在此时操控了隐形人，只见他摘掉帽子和眼镜，完全失去踪迹的隐形人利用自身优势，频繁向玛丽输出。没几个回合，玛丽就被打得怀疑人生。猛然间，他想到纽曼让他查看血管的事，随后他放下恐惧，闭上双眼，感知对方的血液流动。再睁开眼睛，他竟看到透明人鲜红的心脏。有了乔丹的掩护，高层将要登上飞机，试图离开这里。闪现男注意此举，立刻向高层的直升机跑去。为了维护最后的和平，玛丽终于释放出满屏的必杀技。她提取到死者的大量血液为己所用，血液凝聚成尖锐的武器。玛丽的大招暂时压制了暴乱，但此刻凯特仍不死心，他想控制乔丹，从而抓住玛丽的软肋。玛丽情绪激动，没顾上多想，竟直接活生生地炸断了凯特的胳膊。然而祖国人却在大战基本平息后赶到，他并没有制裁凯特，却反倒把矛头指向了玛丽。What kind of animal are you? What? 在事后的新闻中，玛丽他们竟变成了导致校园灾难的元凶，而山姆和凯特反成了维护学院的英雄。难道祖国人也是悲剧的策划者之一吗？画面一转，玛丽竟突然在病床上醒来，她居然硬生生扛过了祖国人的镭射激光。他们被关在一间没有门的密闭空间里。即将结尾时，学院的地下实验室再次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他就是黑袍纠察队的灵魂人物比利。到此，V世代第1季完结。